耳中听到的是这一个，心头念念的是那一人。戏曲的流派传承，究其雏因，无不为此。新老更迭，代代为继。师门是刻入每一位戏曲演员骨髓中的印痕，传承是对先师鹤游最真挚的思念。拓疆八闽，故园重游，历史见证着每一重辛苦与不易。朝朝师门赐师赏饭之恩，谁与为报？德在义县，得以双馨之名，群生扼腕。太先生微微含笑，目光慈祥，真真切切地看着你们呢。转身再看看万人空巷的那一位，此刻的他在干什么？先是遗像面前，他的眼神，他的笑容，淡淡的忧伤，深深的隐藏。这恍惚的神态，迷离的眼神，才是真情的流露。耳中听到的是这一个。心头念念的是那一人。我是学尹桂芳的，所以我觉得她的唱腔就是很质朴，你要跟观众像讲话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娘子的为人真古怪，好似庙中的观音，你呀菩萨。他是跟观众讲话，他怎么像菩萨一样的？这个步就是每个人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扇子呢，你不要在前面，很难看，要在旁边这样子，旁边你就这样很自然的，你用手腕，不要用伸直。这种感觉要含一点，我觉得，包括一鸣啊，我也给你指正一下啊。你刚才这样站起来啊，你前面笑还挺好，很甜。但是我发现你跟丽瑜都忘记了，就是说要从那个抬脚这样看过来。我不是小芳老师有没有给你教过啊？虽然辛苦紧凑，不可能于这短短时间内真的教会些什么。但是于他内心，却只愿多教一点，多说一些，让这些不远千里赶来福州的隐门后继们，于大师门下千万妙趣中，能学得一二真意，也是不枉此行的了。你们是滑个稽哦，水书啊要这样子，那你们把今天他故意有点含蓄，把这种情绪都给对捣乱了掉了。上海越剧院60周年庆生，邀请全国12剧团30多台大戏来沪，紧锣密鼓1个月，在上海这个越剧当家戏码头推出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饕餮盛宴。
如此密集的群星亮相，高强度、大容量的市场比拼，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粤剧院团们出了一道大考题。票房冰火两重天，热的热昏头，冷的冷如冰。福建省芳华粤剧团尹派传承人王君安领衔主演的刘勇、玉蜻蜓一夫开票，一票难求，不得不安排在艺海剧场加演。好，我们说第5个问题，这是对吴凤花漏了这个。与福建省芳华粤剧团一起来到上海的，不光是本团参与嘉年华演出的演员们，一些熟悉的身影穿梭闪现在后台与剧场，或学习观摩，或互相探讨。原来，此次芳华来沪，除了带来新老搭配的3场演出，还同时带有教学任务。作为粤剧尹派艺术创始人尹桂芳创建的剧团，福建省芳华粤剧团承担起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粤剧尹派青年人才培养的重任。而此次赴上海演出的同时，培训班的学习课程也在开展之中。正是在上海粤剧院鼎力相助之下，芳华的回娘家演出与尹派班的授课双双告捷。面对这样热情爆棚的观众，面对这样孜孜以求的学员，肩负流派传承与弘扬师门的重担，福建省芳华粤剧团在上海嘉年华的大考题面前，双双交出傲人答卷，令先师欣慰。当年16岁携《红楼梦》首秀申江，正是恩师尹桂芳拖着病体亲自把场，携手谢幕，把他推到了观众的面前。这恩情岂是3言2语能够表达？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上海演出《红楼梦》，那我们那个时候一演就是1个月，那么老师天天在场，特别让我记忆深刻，就是我一边演，老先生就坐在上场门看着所以演出完了，他还陪着我们谢幕，答谢上海的观众临近杀戮做怪我，也不顾了我这苦子睡梦。
看福，也不过添了我这年过分苦。上来这富贵两个字，真是把人累糊涂。林妹妹，我陪你才是走一走，让那牵挂才造情心梦。林妹妹，林妹妹，好妹妹。而他也用自己的手拉起了学生的手，但愿能把学生徐伟钗推送到热爱自己的观众们面前。有我和李李，还有我们的学生徐伟钗，这份情是对师门的回报。表演玉蜻蜓，希望大家他做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代恩师对学生所寄予的厚望，感人肺腑，不必赘述。无言愁绪在心头。也许这个时候，在他的眼中、心中所念所想，是当年16岁时的自己，如何怯怯懦懦地被引黄，忍着病体，拄着拐杖，搀着嫩手推到观众们的面前。如今芳华后继、隐门传承的重担已然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肩上。我也不善于表达，但是我老师对我非常的关心因为我从小也比较瘦弱，那么他就经常请他的外孙女玉妹阿姨来给我开小灶，天天煲汤煮饭给我吃，所以从小跟老师的感情就比较深厚。其实除了艺术上是师生的关系，其实在生活上更像是一家人，就感觉像真的是自己的亲人一样。
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在骨髓里的，在我的人生当中，就是在很多时候是那种影子都会在我脑海里，也在我的心里，所以其实老师是无处不在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上海是芳华的良家，我知道芳华和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么明天晚上呢，有我和李李，还有我们的学生徐伟猜，还有倩倩，我们将同台表演《玉蜻蜓》，希望大家多多关爱他们，谢谢。大后天，伟猜跟倩倩他们将表演《沙漠王子》，请观众朋友们给他们多多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上海的观众对我老师尹桂芳都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上海呢，其实上海的观众都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芳华有特别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有来自波士顿的、马里兰州的，还有纽约的，还有我们全国各地的军迷们都赶到上海来看现场，所以我觉得挺让我们感动的，挺让我们整个团感动。其实非常的盛，感动吗？感动。对自己的工作有鼓励吗？有。对事业有信心吗？有。加油！加油！刘勇一句为王君安夺得了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殊荣。而《玉蜻蜓》更是尹派经典，白马成名之作。这次参加越剧嘉年华的演出，这一版《玉蜻蜓》别有看点。戏曲吧，本来就是要代代相传，那么我们剧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芳华正有一批年轻的演员正在茁壮成长着。那作为我们来讲，肯定是要带着年轻一辈，让他们登上舞台，让观众能够了解他们。所以呢，也想让上海的观众，我们娘家的观众了解一下我们年轻的芳华的第7代的演员。我们全体演职人员都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动。感谢所有在场的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对我们芳华的热爱，谢谢你们。明天呢，有我的学生徐伟猜，还有李敏的学生倩倩，明天由他们主演尹派名剧《沙漠王子》。我们非常希望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对他们多提意见，多多的支持，谢谢你们。我们请李敏讲几句话哈。谢谢可爱的上海观众。以老带新，王君安和李敏这一对原配被活生生地拆开了，各自与对方的学生搭档。对于学生们来说，既是动力，也颇有压力。
较更彰显不足。观众对尹桂芳大师的爱慕，曾帮助着一代代尹派弟子站立到舞台的中央。王君安也不例外。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越剧嘉年华的演出已近尾声，海派文化包容一切的胸怀，促成了当年越剧由一个地方剧种成为全国大剧种的历史。而今天正值上海越剧院60周年院庆之际，越剧嘉年华再次成为业界盛事。连续1个月的车轮大战，12大剧团30多场演出，34000多张票房，一场盛宴过后，终不免要落幕散场。各自装箱收拾，又奔赴全国各条战线。且慢一点消沉，一些角儿还没有走呢，一些角儿又回来了。上海越剧院的大排练厅里，各路诸侯汇聚一堂，自有盛举待商。这个蛋糕上面的红色的字是“预祝大型史诗越剧舞台姐妹情演出成功”。没错，作为本届越剧嘉年华的华丽收官戏，众明星加盟演出的舞台姐妹情，已投入到热力排练之中。排练厅外是38度的高温，排练厅内是不争气的空调，扇子扇得嘎嘎响，可是大家投入排练的热情比温度高，共襄盛世，重展芳华。舞台姐妹们又聚到了一起，劲儿在一处时，情系一方地。生日蜡烛点燃越剧大家庭的和谐氛围。似又见嘉年华的舞台上，一台台剧目精彩呈现。眼前是姐妹情的排练厅里，越剧界正当年的兄弟姐妹们，接过老师辈的志愿与梦想，共同谱写着剧种辉煌的新篇章。他暴躁的，一直塔上海的都是奇葩，个个不是。老师，差劲。老师，你打我，打我，这是什么？哎，干嘛？轻飘飘，我好似飞到了云霄长。来，唱两句来听听。来，快唱！基本一场，先天放上，冬日再而得当一次，眼把两种分堂要掉。这一组邢月红与烛春花，台上姐妹反目，台下却成了脱手党。这个还是我觉得跟君安还是两个人挺默契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觉得也挺说得来，所以说他自然而然那种姐妹情在舞台上就会
也自然而生吧。台下也是，我们都互相交流，生活中有大家好的东西啊，大家分享，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君安也是一个很乖巧、很认真的一个女孩子，我也挺喜欢，所以我们合作起来也挺好。对，我觉得我们就像姐妹一样，她也很关心我。从每一次的排练当中，慧玲姐姐她真的是非常认真。在初排她其实就已经完完全全把台词啊、台位啊都已经非常的熟练了，她已经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了所以我觉得她对艺术的这种认真跟执着也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也美炎炎盛夏，南京市越剧团的排练厅里，大家的排练热情依然高涨。尹桂芳嫡传弟子王君安不远千里从福建赶来，与陶琪再度合作的全本《柳毅传书》即将要现演于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排练的日程非常紧张，好在这本南越看家戏所有演员都很熟悉，远道而来的名家也是做足了功课，进度十分顺利。君安准备得非常充分，这让我们也都很感动。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要排可能要从一点一点开始熟悉嘛，对吧？其实君安来排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熟了，他台词、唱腔都已经是很熟了，所以我们排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和功夫。但是我觉得在排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好演员，还是真的是好演员，就是在一起这种配合啊，就是很快就是很默契。其实而且找到，因为君安也是演人物的，感受人物是从心里去演这个人物的，就是走心的。因此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我也是喜欢演人物走心，所以我跟君安有的时候演戏的时候，我觉得对眼神啊，或者是感觉啊，就觉得特别能够有一种共鸣，就演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种共鸣。对，这次的排练时间的确也比较紧，而且又是在8月份，天气也特别热。那么《柳毅传书》呢，从2010年演出之后呢，我们陆陆续续的也有演过几场，但不频繁，演出不频繁，所以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排完了，就演1场或者2场，然后间隔又这么1、2年不演，所以就对这个戏还是有一种陌生感不够熟练。那么像这一回吧，在上海演出，其实间隔已经3年没演了，所以又把它重新复起来，还是需要有很多的时间来个人在家里要把它复排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这谦谦君子如同那戏中人一样，千里迢迢而来。杨团长说，当他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找对了，这人就是柳毅，优胆自定，如君子一般。我们考虑到这个明星名角对这个市场化，这个观众的认可度，让明星来这个名角来演名剧。从应该说是10年左右，君安老师到我们团跟我们合作了这个新版的《柳毅传书》以后，在市场的演出当中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普遍认可。我们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经典剧目由明星名角来演。君安呢，因为我本身我就特别喜欢他，我就觉得他，从他的这个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他那时候更年轻啊，我们也小的时候在一起，我们也都到上海来演出过。那时候好像是，参加上海的一个什么活动，
大家做演出，然后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喜欢这个王君安，我觉得这么漂亮的小生啊，好帅啊，好美啊，就觉得小时候就印象特别深。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有这种缘分和他合作，这个缘分是没想到的。因为陶琪老师呢，他对这个表演啊、唱腔啊、对人物的分析，他特别的认真到位。我觉得我跟他合作了这么一段时间，挺愉快的，而且我们两个在很多方面都挺默契的啊。那么他对我也非常关心，把我当小妹妹一样看待。我每次去南京呢，他都请我吃饭要让我吃的多一点，吃的胖一点所以挺开心的。每次去南京，我觉得南粤的人让我也有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挺开心的啊。南粤也有青年演员慢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那么我跟君安的这种合作呢，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也很珍惜，因为我自己年龄也慢慢大了嘛，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是找到了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得的，这个互相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舞台上，这个生和旦之间的这种默契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是我的一种珍惜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剧目我都演了10几年了，我也很珍惜这个剧目，就是怎么说，就是让我们这个演员能够有发挥的余地，能够去为这个剧目来贡献自己的这种情感和智慧，所以我就是非常珍惜。王君安，尹桂芳大师亲自挑选并培养的心爱弟子，何以会远赴千里之外的竹派剧团，去唱一出并非本门流派的别人家的看家戏呢？我觉得这都是冥冥当中注定的一种缘分。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南粤的领导那个时候潘团长还在任，他打电话来给我，邀请我去参演这个柳姨这个人物。那我一听，我想我演不来的所以我就拒绝了好几回。那么因为周派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陌生了，虽然是小的时候看过《柳姨传书》这个电影，但印象并不深刻。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小学习影派的，那么我觉得周派在某种程度上音区它非常高，其实还不是很合适唱影派的我来唱这个柳姨传书，是我觉得这个挑战挺大的，那我也真的不想去演这个人物我真的是拒绝了好几次但是呢，那年王仁杰老师，因为《柳姨传书》这个本子的修改呢是王仁杰老师，《柳姨传书》也是仁杰老师来修改的。那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君安你要去演这个人物，他说这个人物非常合适你。”那我说我怕演不好他说没关系的，你站在那里就像这个人物，你就去吧，胆子大一点。那我说好吧，那我就答应了。那就这样，我就去了南京。那个时候排《柳姨传书》的时候，刚好是2010年的8月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我足足在南京差不多待了1个月，那个时候我觉得环境各个方面都还不如现在，在条件上还是有点艰苦的，排练场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排练气氛很好，让我感觉南粤的人都非常团结很有爱心他们演员都会来关心我请我吃饭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特别是主演陶琪老师，他特别爱护我那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对这出戏是陌生的，因为南粤所有的演员对《柳姨传书》是非常非常的熟练的，那么他们陪着我，真的是陪着我来排这出戏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感动的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在短短1个月时间之内就把这出戏给排好了。那么那一年我记得在南京演出反响也是挺大的
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有点担心，因为毕竟这是唱朱派嘛，不是唱影派，心里挺忐忑的啊。但结果呢，演出效果都还是不错，所以我也就放心一些了。是巧合，却也是天意造化。两位大师未尽的心意，黄金组合留给观众们的遗憾，似乎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某些情感上的弥补。看了很多的剧照啊，因为包括老芳华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他们是黄金搭档嘛，因为有很多历史的记载。那么从这些照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老师和朱老师他们的姐妹之情是非常深的啊。那么伊拉一直是非常好呢，就是包括后头来我到上海去看尹桂芳阿姨啊，伊也老欢喜我，所以我甚至于我就对伊寻开心，我也讲了，我讲因为是阿拉妈呢，文化大革命也不幸，已经过早离开人世。那么尹阿姨呢，因为半身不残，所以呢伊也不能唱。那么伊就是讲闲话蛮吃力的，但是我后头来讲了啥？因为我不管哪能，我也是老欢喜银派艺术的，但是我是作诗作曲，我不可能唱银派，对吗？所以呢，但是我希望我是作为那两家头过去一直舞台伴侣嘛，我希望我是那两家头舞台的接近品。那么伊个一笑，穷欢喜的伊讲，所以我有辰光呢会得我辣做派唱腔当中，我平常做个新的，根据节目的需要，我会得里向引用一点点银派的么子的，所以伊拉讲我里向会得渗透的银派。是因为周老师的唱腔他音区挺高的，那么很多旋律我只能是用我唱影派的这种方式来唱啊，因为毕竟我觉得朱老师的很多唱腔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影派的元素在里面。竹派吟唱，竹字头下加了个引字，被观众们戏称为笋腔。观众还蛮喜欢的这种就是说他们现在称之为笋腔是吧？就是上海是周老师的这个。我就觉着金安如果来唱这个，而且伊呢唱的竹派，伊用银派方法来唱竹派，我觉着仿佛我也觉着好像是阿拉妈和尹桂芳阿姨一道合作，所以呢搿日天阿拉一道吃饭的辰光，我到大家寻开心，因为竹派的特色本身一生一旦嘛。我讲我如果再小13岁，我讲就没侬啥事体了，搿些辰光花旦就我唱了，伊拉侪笑起来了，可我讲我到军委得呀。柳毅传书是竹派的看家戏，但朱小昭却并不保守，对王君安的不太竹派的笋腔给予肯定，为排练提供各种帮助。王君安呢，君安伊也来做柳毅，伊拉也蛮欢喜搿只角色的。但伊做个柳毅的辰光呢，伊会得用银派的方法来唱竹派，葛么我觉着也无所谓了。反正基本上因为伊搿个还是竹派，全部是竹派，只不过呢，那我学生子唱个竹派，可能对伊唱出来的竹派，或者如果等我唱出来又勿一样。搿等我也是哪想，世间的叶子都没一般一样的，只要观众欢喜就可以了，用啥个形式都可以，是啊，所以我觉着还蛮好的，就是，那么侬也可以跑出去，也可以引进来，对吧？我觉着有人家有集团的演员肯来加盟到阿拉集团来，我觉着也非常好。作为阿拉学生子当中，伊拉是多一种学习的机会。王君安新收的弟子吉飞在剧中虽然只是演个龙套，能有难得的机会在老师的身边学习，很是殷勤。王君安爱徒情重，顾不上排练辛苦，一有空暇也给自己的弟子开个小灶，说说要领。言传身教是戏曲传承的必由之路，一代代的小尹竹在艺术传承的道路上各宗师门，继往开来。尹竹两位大师曾经在上海的舞台上共同携手开创的辉煌，曾经风靡沪上的尹桂芳现象，10生9尹几乎改变剧种发展轨迹的历史贡献，如今似乎又再次以另一种合作方式呈现于舞台。
用声音、用身形，将2位大师的影子融刻在这一个戏里。充满期待的一本《柳毅传书》即将再次呈现在上海的舞台，会不会如先师们当年的那些合作作品一样，引起轰动，经久传唱呢？大师们的辉煌神话还在延续，《柳毅传书》全部票价不打折，但票房早已告罄。为了应对排队等票的人群，第一天的演出不得不晚开场了10分钟。从天南海北飞来的戏迷曝光了逸夫周围的宾馆，据说有家宾馆演出前1夜因为停电不能使用空调，戏迷们忍受着高温依然入住。武汉嘛，这个最有韵味的就是看他的戏。我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表演，因为他的唱腔是非常纯正的一个影派。我喜欢王俊安要有快10年了吧。他的这个《柳毅传书》还有那个《盘七索妻》，都是我比较喜爱的一个剧目。我发现王俊安是越来越成熟了，台风是相当的稳，是我所见到越剧演员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控台上的感觉是比较不一样的。我是从英国回来的，我叫 Leslie，在英国的 YouTube 的网站上面看到了俊安的盘妻，然后才发现了他已经回国了，所以就一直追下来了。他是原是梦，我心有归不有神，佳话仙文敬一杯。有一个传说的演出，我觉得这个剧目，我觉得大家喜欢，因为看了比较开心吧，所以对，有很多军迷来到现场，全国各地都赶来，还带着孩子。我刚才跟陶琪也说，我说这个剧目啊，其实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因为在龙宫里海底世界哈。我记得我姐姐的女儿珊珊那个时候她还很小很小。他其实还不是很看得懂字幕但是一看到舞台这种色彩鲜艳鱼什么，他就觉得这是讲海底的故事，就他就很喜欢，特别这些小孩子，我觉得很喜欢看这出戏拥台和围堵，高呼声中情感再次失控。谢幕5次放马。再见，这边可以。下次的。散场画面更是令路人惊叹。主办方明显保卫措施不够，2位明星艰难地挤出戏迷们的包围圈。
据说有戏迷一路追随到酒店，路人都在问：“这是在看谁呀？”谁说戏曲不景气？这场面简直火爆的逆天了。引竹大师九泉含笑，王柳毅为2位老先生传了一封好书信。传给大家看一看，演出观众喜欢的作品来，用票房证明价值，比啥都了不起。一幕幕重复着的狂热与激动，尚未结束延续昔日的尹桂芳现象，如今又该关注火热的王君安现象了。艺术家用舞台魅力感召观众的情感投入，这吸粉魅力也是师门传承的一部分吗？时光叠影，闪电小生红得不能再红的马章花，如果也坐在今天的剧场里，会发出新的感慨吗？戏是角儿的艺术，观众们用真金白银做出选择，谁拥有观众们高喊我爱你的热情，谁才是角儿，谁才能主导这一方舞台。眼看着剧场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尚的气息越来越分明，观众的消费能力在提升，戏曲艺术前程似锦，一片光明。大也没有这样过过生日，第一次，谢谢你们这么有心，我真的很感动。然后，但是有这么多的观众在一起，还有我们全团的大家在一起给我过这个生日感谢我们的军仪，感谢香港所有的观众，也感谢我们剧团前前后后的演职人员感谢星光戏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我们上海的声音的导演感谢小朋友感谢所有的人，感谢，祝你们健康平安，谢谢。戏曲要回归到人民大众中来，票房是块试金石。八面亦或金陵，与当年不同的是，地球村已然变小。也感谢所有在场的粤剧观众们，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谢谢。谁能号角都领？谁值万人空巷？谁得旌旗招展？尹派耳中听听的是这一个，心头念念的是那一人。